區裡頭，我們有一個福氣號是跳島的一個小旅，可是沒有直接到澎湖，你就必須仰仗，有時候到布袋去，有時候到高雄去搭郵輪才能直接到澎湖。未來這邊弄完之後呢，那這個地方就會直接到澎湖去。我們這次的浮動碼頭的部分，包括遊艇、漁船都可以直接來這邊，就有效能的去做處理。過去的浮動碼頭狀況比較不好，那大概只容納40台，那這邊可以容納60台，又比較新穎。配合整個將軍漁港的部分，我們這邊也做一些規劃。我們會希望把土地變更完之後，包括旅宿業可以進來，包括一些那個觀光旅遊業可以進來，那可以活絡這個地方。所以從土地解編到漁港的整治，都是希望說將軍港未來能夠，不要只是封閉性的一個小漁村的漁港，變成一個大開大合觀光性的漁港這樣。因為去年的這個風災導致我們原來這裡有2座浮動碼頭就都被摧毀了，所以我們有去跟中央去爭取經費，來做了3座這個碼頭。第一個是它是能夠讓我們的這一些漁業的活動能夠持續進行。那第二個是因為這個碼頭變成是它是浮動式的，所以它可以不受潮汐的影響，讓我們漁民要上下這一些貨物能夠比較順利。第三個是其實它整個的穩定性及它的抗浪性做比之前的碼頭更好，提供更安全，整個比較美觀，這樣子對於我們港區的環境改善也是有注意的。從將軍港到澎湖的鎖港是最近的海運距離，所以要到澎湖本島或是澎湖的南方四島，從將軍港出發是一個最短航線的一個港口。一個交通船的開通，可以帶來一些遊客駐足在當地來做消費。以後規劃就是夏季每天最少1個班次，冬季視海象狀況行駛。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大家知道這個浮動碼頭其實在有潮差的地方，浮動碼頭最好用。那我們將軍漁港離澎湖啦，或離一些外島，其實都非常方便。所以呢，我們很期待這個浮動碼頭將來能夠再重新打造將軍成為一個旅遊觀光的景點，就像安平一樣。非常感謝水利署這個水資源署南區分署的這個我們的這個補助了8400萬，能夠讓這個浮動碼頭工程呢得以順利。我們每年在將軍港漁港這邊有將軍吼，但是除了將軍吼之外，我們有更多地方觀光活動即將展開，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將軍，而且連城周邊包括北門的真亞卡，還有包括將軍的生命樹，還有包括七股的西湖，這一連串都有非常多的景點值得你來。所以你只要來將軍，那很多地方都是一連串的玩的休閒娛樂都非常方便，歡迎大家一起來將軍漁港哦。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7月6號禮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中市長盧秀燕甲立府選行程來到台南市，甲前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首次共台，為國民黨台南市長參選人賈良介徛台。盧市長特別選在連假進前的故居馬兵營遺址會合，並且到大天後宮等廟宇參拜，為賈良介加油打氣。台中市長盧秀燕4號下午在連勝文的陪同，來到台南的歷史古都，為國民黨台南市長參選人賈良介來徛台。第一站就選在連假的故居馬兵營故址來出發，講到台灣的歷史。盧秀燕嘛，伊着台灣通史內面的一句：“你為台灣人袂用的，唔知影台灣史，肯定台灣人的地位甲的貢獻。”我特別感謝勝文今日陪同哈，因為這是伊的故鄉，伊的家族對台灣貢獻真大。因為台灣的歷史都是勝文的家族，伊的阿祖哈來寫台灣通史，也免得咱台灣人。伊的阿祖想要寫這本冊咧，哈，寫咱台灣的歷史。因為伊的太祖，太祖甲伊的阿祖免得講，咱是台灣人，
愛知影台灣代誌，愛為台灣做代誌，所以伊阿公家筆寫台灣通史、台灣通史哈啊，因為這個冊，咱台灣證明咱台灣的地位，證明咱台南的重要性哈。盧市長這個閩南語講這麼好，這讓我覺得很汗顏哦。我還好，他剛剛講到我跟講到我家的時候，我都聽得懂，所以也不算太丟臉。那個龍介兄呢，是我這麼多年以來認識對台灣歷史文化最了解的一位政治家哈。我相信在台灣各黨各派裡面，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一樣對台灣的語言、台灣的歷史、台灣的風俗文化有這麼了解的人哈。會長盧秀燕甲熱連新聞除了肯定賈良介對台灣歷史的了解，在這屆市長的選戰當中，賈良介是徛在人民正義這邊，尤其頂屆參選只差一點啊，就算這屆只有1%的幾率，盧秀燕甲熱連新聞嘛肯定賈良介的勇敢甲熱魄力。啊，因為阮是兄弟姊妹哈，我甲伊、甲姓文、甲咱這議員攏是兄弟姊妹，啊也因此了，咱愛徛喺正義的一方哈，也因此哈，啊良介這擺來當當選，代表台南的正義感。台南是一個有歷史、有文化所在，未靠資源，嘛未靠強勢，哈，而是能夠站在人民歷史的這邊，哈。所以我今日特別來加油。我2003年認識他到現在，我看他經過了各種的困難，各種的挑戰，但是我了解到，以龍介兄的性格，以他的過去的這種表現，哪怕是他只有1% 的幾率，他也會在這1%的機會當中找到方法，克服困難，在面臨各種的挑戰，這就是台灣精神最好的顯現。會長盧秀燕甲熱連新聞嘛共同佇個台灣通史來簽名，隨後並前往公安宮、樹頂大天後宮，甲入武廟來參拜，然後受到大批民眾的歡迎。其中樹頂大天後宮並且分別致贈德辦好在的小鞭仔，和盧秀燕甲賈良介。吳將兩位心想事成，更上層樓。台南新聞林英根、楊順懷採訪報道。這個來為賈良介徛台是連勝文寫下國民黨副主席職務以後，首度公開出席政治活動。另外，盧秀燕是專程用台語受訪話話，表示政黨愛輪替，賈良介頂一屆只差一點仔就當選。代表人民想要改變。台中市長盧秀燕佇前國民黨副主席在地囡仔連勝文陪同之下，來到台南連雅堂馬兵爺故址，替台南市長參選人賈良介徛台輔選。三個人更是佇咧台灣通史頂懸簽名。盧秀燕希望這回台南會當拍一場文化選戰。台南這擺的這個選舉咧，市長愛有歷史感。愛有文化的氣質哈，良介哈，長期以來守護台南、守護台灣哈，也因此伊是上典型哈、上有代表性的台南子弟。台南已經33年無輪替啊，共同來寫歷史，就親像馬兵爺的歷史共款。和台灣有一擺新的輪替歷史，造福台南市民。藍色是不放棄的顏色。哦，當然，今天我們還有民眾黨的朋友，那我要跟大家，因為中華隊的衣服剛好是藍色加白色，所以藍色加白色是不放棄的顏色，大家說對不對？盧秀燕展現家母出色，不止拿贏民代，民眾黨議員參選人也專程對調調。前往公安宮、樹頂大天後宮、甲武廟參香祈福。盧秀燕對廟方保存的媽祖西裝樓古文物相當有興趣，也特別佇咧武廟知名大丈夫鞭仔頭前下影留念，更前往赤崁樓上環食米粉、浮水魚雞等台南美食，吸引不少遊客來翕相，替府城做了觀光行銷。人講盧秀燕真夠選舉哈，啊選到變攏當選，啊我即擺是愛回報別人，哈，因為我是大家幫忙，我才會當連選連任。盧秀燕最近全台行透透輔選，這屆專工人下小聽賈良介，唔那替台南選情加分，也互看做是佇咧累積全國政治能量，替未來更高層的選舉來做布局。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
6月26號的強降雨造成台南三亞溪流域，包括永康、林德、南區一帶淹水。面對8月風台接近，立委陳亭輝上午也至經濟委員會南下考察，初步建議雨患加權，以及增設抽水機來應急。長期將會規劃推動淨流分擔，加增設滯洪空間。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上午在立委陳亭輝的邀集，包括經濟部長龔明鑫、商務處長賴建信以及水利署長林元鵬等人，到台南考察三亞溪的整治。針對6月26的強降雨造成周遭淹水的原因，甲佇改善的辦法，有列市府水利局甲水利署進行簡報，吸引未少的議員、里長甲佇工業區的廠商代表來參與。會中立委陳亭輝表示，三亞溪整治工程已完成3年多來，雖然積淹水的範圍有較縮小，不過在個瞬間的強降雨，如果閣撞到8樓，也是會來淹水。因此緊急的部分除了加權雨患，長期的辦法也是愛在個頂游來做分流，佮着增加滯洪池。瞬間的雨量。啊，佮帶這道佮倒來咱8樓，8樓你全部規個水又規個起起來了，漲起來了，你的水根本不敢排。你唔敢佮抽出去啊，抽出去嘛佮倒過來。然後昆山那邊是因為有一些議題，昆山科技大學大灣那邊，所以這都是我們現在要去解決，不要讓它緊加堆水的。所以呢，除了我們剛剛所講的30公分。堤防30公分加高的部分，今麥給你訂單了。這個部分，這一筆預算，反正大家就是先處理，先緊急處理，有算到時陣錢，要什麼人去擔，水利署有答應會來協助。短期的8月颱風呢，是趕緊處理。等中期的部分啊，完結時間為產業公司如何提升保護能力啊？這份做一個總體。雖然緊急的部分只用來先提懸雨患，不過當地議員卻持反對的立場。因認為，就算雨患安怎增懸，下游的水若卸袂赴頂游同款的淹水，因此建議長遠的辦法也是愛分流。我有意見，恁甲我改水，講因為加懸起來了，恁會用重力排水來排水，所以恁大灣就袂淹水啊。結果咧，所以你要擱佇英國地區甲加權，我絕對反對。對此，經濟部長龔明鑫嘛回應，三亞溪整治進程已經完成大約97%，剩落來3%也是要持續努力。經費的部分，中央會全力來配合。至於整治的方式，可能都需要各方來研議、甲你討論。應急的部分目前已經開始執行。未來中長期的整治計劃會擱再持續進行。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台南市東區第35市地中衛工程6號舉辦動土典禮，活動由市長黃偉哲主持，甲各界貴賓共同祈福動土，象徵工程正式啟動。這個市地中衛將串聯台南鐵路地下化林心站，甲周邊公共建設，為東區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在北市野區開發以後，第35市地中衛成為東區另外一項重大建設。其個原本就是台南榮民之家，嚴家搬遷以後，市府透過市地中衛劃劃將近6公頃的土地，規劃商業區、主體區甲公共設施，並施作道路、排水、污水、自來水、共同管線甲景觀等工程，完成都市基礎建設。735主要是在退輔會榮家的土地，我們幫忙做好這個市地重劃，因為榮家已經搬遷到平實園區那邊去了，那所以這個地方的充分應用變很重要。總共面積5.8公頃，那開闢的市地重劃的的經費大概2.5億。那因為這個工程是在市區內動工，所以說耗時稍微久一點，要900天到118年才會完工。但是如果不開始的話，未來可能會
東區的發展會受到更大的限制。因此呢，我們非常感謝榮家，也非常感謝民意機關的支持，那能夠讓地政局能夠快點展開這個工作。除了提升交通甲生活機能，工程嘛兼顧歷史保存甲環境影響，將保留原本的樹木，打造千園廣場，並將離應家回增以上藝術地方記憶。同時規劃複合式地方池，提升方方論性。未來嘛將興建立體停車場，結合區公所、護政、運動中心甲商場等公共設施，提供完善停車甲公共服務，打造東區社區更新新燈環。全區總面積5.9公頃，大概有一半是商業區跟住宅區，另外一半我們就設置了公共設施的用地，大概有規劃2座公園，另外還有廣場以及開闢5條道路。這個地方我們大概會用3年的時間把它開闢完成。開闢完成之後，我們希望第一個，它肩負活化東區商業機能的角色；第二個，跨機關的合作，鐵道局會在附近新設一個等森站。那麼公務局呢也會在旁邊做綠園道活化。那這個地方的商業區開闢完成之後，就可以由國產署來招商，來帶動東區商業機能的發展。隨着第35市地中華工程正式啟動，市府期待串聯林新地下車站發展效益，帶動東區生活機能全面升級，嘛為台南都市發展加添重要的里程碑。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目前正是山野盛季，為即馬開始到7月23號，東區區公所推出抽山野活動，只要佇中華東路兩邊的店家消費，無限金額，都有機會將規箱在地山野抱回去。邀請民眾踅東區消費抽獎的同時，也會當支持台南果農甲地方商圈。因為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進行人行道改善工程，為了降低施工期間對周邊商圈影響，所以東區區公所結合在地果農、商圈店家以及企業的力量，對今仔開始到7月23，特別推出限時好康，只要佇中華東路兩邊對南胖購物中心到台南文化中心的店家消費，無限金額，就有機會將規箱的在地山野抱回去。7月6號就是講咱的活動開跑的首日，大概有1000粒的山野吼，咱有33間的一個特約的廠商啦吼，去遐啦吼，因就有會使不限金額哦，攏會使換到1粒山野啦吼，1粒山野。啊，接下來第2個好康的就是講的咱的箱吼芒果箱。芒果箱的部分要來用抽獎的方式來送給咱的消費者。為了感謝這些企業帶頭認購山野小亭活動，副市長蔣林煌一一致敬感謝中，會中東區里長聯誼會嘛當場宣布加碼50箱，和整個山野獎項達到358箱。對此，市長吳英鐵嘛親自到場為活動宣傳，邀請民眾佇踅東區消費同時，嘛當支持台南果農甲地方商圈，創造農業、商業甲觀光三贏。種芒果也很辛苦，一會兒擔心太陽太大沒有水，一會兒擔心下雨下太多這個淹水，所以說這個部分農民的辛苦以及種出這麼好吃的芒果，我們應該來給他支持。東區呢，我們施工期間交通有一點不便，但是也希望說大家都能夠互相體諒，工期到年底就可以完成了。公所表示，活動期間民眾到東區店家消費提發票起來是證明，得當掃描活動 QR code， 填寫資料上傳，取得抽獎資格。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
台南市陳氏宗親會4號舉辦第18屆會員大會甲理事長交接典禮，會員宗親遵照章程選出新一屆理監事。新任的理事長是由前台南市社會局長陳榮基來接任。台南市陳氏宗親會第18屆第一次的會員大會4號中晝佇個東東宴會市場來舉行，由着第17屆理事長陳三潤帶領所有的理監事來進場，並且迎會旗舉行祭祖的儀式，場面莊嚴。行上香禮。上香，會中並且舉行新一屆理監事的改選，經過所有會員宗親大家做伙投票，最後由着前台南市社會局長陳榮基來接任第18屆新任的總會長，並且舉行印信的交接。咱第18屆呢，今仔就是要來理監事的改選。這個改選呢，甲咱的章程攏做修改，因為咱即馬有幾啊區攏有成立陳氏宗親會，所以咱這屆上重要的迄個章程修改，就是講甲陳氏宗親會改陳姓，有姓才有事，陳姓宗親會。那麼我們列為叫總會長，就不再叫理事長，這個就是我們的重點。透過這平台，咱共同來拍拼。或者宗親呢，會當生活了較好，未來就是咱的這個敬老，扶幼濟弱，咱這方向來做進行。尤其來理事長這他們，等三輪理事長呢，他們呢，攏有一個互動，一個新，一個共同的看法。未來要注入新的年輕的新血輪，所以這期呢，咱有成立這個青年團，就今仔日活動足輕鬆，攏這少年呢，擱開票，這攏這少年呢，共同來幫襯。所以未來有新的血輪進來，不要都是這些長輩、中長們一直在這邊做這個宗親會的活動。未來咱也讓希望這人共同擴大較大，咱的宗親呢，彼此之間來當互動，咱也讓增加咱的服務。陳氏佇個台灣因為是大省，敢若是台南市就大約有25萬人，因此現場出席的貴賓雲集，包括副市長江寧煌、市府民政甲個社會局的副局長。以及座位的民意代表，包括立委陳廷輝、議員陳秋平、陳碧玉，佮着蔡宗豪等攏到場。尤其陳廷輝以着陳氏宗親來出席，希望宗親的小廳會用個互台人切嘴愈市場。能夠一棒接一棒，個個是強棒哦。所以從我們的3位理事長與這方面這誰敢讓人理事長，所以現在就要把這個棒子交給我們陳理事長，那也謝謝我們今天陪着廷妃一起來到現場的馬其拉陳氏的宗親我們的陳碧玉議員，還有我們的陳秋平議員這都是好姐妹。現場新卸任的理監事除了互相遞贈紀念品，嘛一一來翕相留念。新任的總會長陳榮基嘛表示，除了感謝宗親的支持。未來嘛將整合大台南陳氏宗親的連結，將完善以着市區為主體的宗親，擴大到整個大台南。同時嘛成立青年團，讓整個陳氏宗親會用個更較有活力。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2026高中生面對 SDGs 探究甲實作學習成果國際研討會，6號佇個台南一中停場，總共有來自8個國家46支隊伍。My topic is How to get juice？ 以 juice 為核心概念，探討 AI 時代當中人類真正不可取代的能力。2026高中生面對 SDGs 探究甲實作學習成果國際研討會，佇台南一中停場。今年以科技回應影響，以在地連結全球為特色，有來自日本、馬來西亞、越南、泰國、香港、澳洲、菲律賓以及台灣，總共8個國家。46支隊伍參與。The future of sustainability depends not only on new technologies, but also on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listen, collaborate, and take action. Every conversation you have,
Every idea you share and every friendship you build here has the potential to make a difference. 各個學生對真實社會問題出發，結合人工智慧、影像辨識、生物科技以及工程設計等，提出具體解決方案。發表內容包括 AI 監測美術家、植物病害辨識、社會媒體政策、地方農業、再生能源效率等多元議題。我們的主題是提升太陽能板的效率，這是一個很棒的主題，然後就是有未來有更多方向可以去探討。研討會唔但提供高中生典型研究成果的國際舞台，更在咧交流互動當中培養全球公民素養。學校希望世界各地青年共同以知識、創意甲行動回應永續發展挑戰。台南新聞蘇懷採訪報道。佛光山南台北醫甲國際佛光會台南第3、第5、第6獨島區，佇個意在金城舉辦環保甲環保淨灘路跑活動，吸引600多位佛光人熱情參與，將運動、環保甲心靈成長做結合，為愛護家己到愛護地球。自透早，佛光山南台北醫甲國際佛光會台南第3、第5、第6獨島區600多位佛光人佇台南意在金城暖身，佇法師的帶領之下，以健行方式前往漁光島淨灘，用實際的行動來去把整個守護整個海洋的資源，也可以讓我們的身體更健康。星雲大師說的，存好心，做好事，說好話。當大家彎下腰，撿起一片垃圾，就是為地球一份的心力。意思道場一般予人的印象攏是做發揮，也毋過佇面對氣候變遷甲身心健康的大挑戰之下，降低全球碳排放上直接的方式之一，就是行出戶外，響應聯合國環保甲生態平衡行動，並實踐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提倡的環保甲環保理念。這樣一個有意義的活動呢，我們每一年都會舉辦。我們一起除了佛光人呢，除了深耕社區，不斷的辦弘法運動，我們也要響應。除了注重身體的健康，我們也響應了環保愛地球的運動。該活動已經連續舉辦6檔，活動結束了後，佛光人也陸續展開讀冊會、行踏大自然、活讀星雲大師文章，開發智慧，以達身心合一的環保加進步。台南新聞蘇懷採訪報道。感謝你收看7月6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
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